子的。干啥哦？拿错的听到吗？我在帮拿出去。哦，他拿出来旁边偷懒，我不是在这呢，在跳舞。我经常来帮他做。我走了。哎，你咋走了嘞？你咋一动啊？这个晒的4000多那个，每天有4000。这个嘛，啊，这个嘛。他而且是我那个是他的账期能够嘛？不晓得。我也没考虑过。但是他的直播是4000多。我所看到的是最多的。主要是有，他直播有收益才有。但是他很执着，随时天天播起。我说我要学习嘛，有些播到10点，有一个对吧？一个播一个。有时候有些他要站，很少。有些他要直接打赏那种。多吗？我也是几块钱啊，几美元，块钱都有。这是一个微信。很少，几十块钱。我说嘛，你不要这个嘛，这些拉姆小拉姆人吃播，整小拉姆在超市上面免费就2袋上面，吃播他们至少要这个是拉是谁都吃。然后他们就是打皮，人家给他们打赏。他那不是长期。这个是拿6元平他付大的。是。你说直播搞下耍？但我看他吧，最近做的是，像卓玛呀、小七七都是别人上班呀，自己上班。你看，人家在这边自己他们那边多了，又回他们的老家，高原上就不人家觉得有地方来点心情。对，他有的自己是的。他们就是在阿坝州，在家里面，他们没来成都，我们攀岩问境外的那里开，人家他说，是罗马嘛，是境外，他老喜欢罗马的，他老喜欢去罗马。罗马有一个是有一点好，他整人多人小，还有罗马的路那个，不是嘛？他们那儿朝人年多，我还得是请人说，其实有些这个可能有些一直说他们7、8月来，那个意思一直没来，天天在家里直播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8月份不是马上问下他就还没来。他在家里出来了，然后洗脂肪子，然后对他们说记得再去试拥抱你。啥子？收了？回去了，是5点了。走，你在啥子？我在10点钟走，10点正走。我们先查一下。好，好了。你关键是关了。你还不走吗？7点钟走，第二锅子。锅子的舞，就是他的舞在这边来说，学的是最而且最标准也是。随时分的是。他不一样。你的丈夫没他在发烧，你是搞啥子工作的？晓得，没问题。他是滑冰教练，滑冰教练。怪不得我说中国现在关系。他在那个都电院里面万达那个。滑冰教练，你看这儿跟你文体相关。他有点滑冰所以说，这就是刚刚哥在跳舞问题了，你好久跳就跳得出来。小妹，
在吃啥都搞忘了，也长得很像两个，两个长得好像，分不清了。你要跳吗？要不会跳。后面比较快，很快。韩国跳10多分钟，还跳几点钟？还有12分钟。还有12分钟。对，但是这样，男的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女生就这样，就在那个岔开那个时候。这个好熟悉的音乐。什么情况？跑那边去跳起来？
好听，平的这个。那边嘛的，我这边。先摆，往右转，先往左摆，往左转，先往右摆。我知道，你的意思是这个也好听，这个也好听。后面开始啊，好听这个，这个也好听，这个非常好听。新年好，这个是什么垃圾的新年好？猴子跳吗？你不跳吗？猴子跳吗？嘿嘿，这新年好了，好听的嘛。首朗大听的那个新年好，我不熟，不知那个另外一个，反正新年好，一个歌曲叫新年好。歌也好听，乐队也好看，这两首都好听。这个歌好听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哦，新年好啊！张力新年，这个你没有跳，你不在这边跳一下啊？好吧。还是走过去的。这一首了，应该做好拿16的。手机没电了，只有10%，然后满天的风风不是好了。我该带线了，带线。
11点，不行了，溜了溜。辛苦了。要回去了？对，走了。我刚刚没电了，相机没电了，手机也没电了。OK。